各位聽眾早晨，今日同大家講下國際間嘅學術界近排發生嘅事。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同埋外交政策雜誌聯合頒發嘅全球事務書籍獎金最近大幅增加，由原本嘅15,000蚊美金大幅提升到5萬蚊美金。呢個獎勵主要係頒俾英文非小說類探討國際事務嘅書籍。另一方面，美國嘅學術界同科學界因為受到前總統特朗普嘅大幅削減經費同埋新嘅限制政策影響，正面臨挑戰。有專家指出，美國科學界嘅勢力減弱，對全球學術界都會產生深遠影響。但同時呢個情況亦都可能促使美國嘅頂尖人才轉移到加拿大發展，而且呢個趨勢已經開始浮現。美國近年對學術研究嘅資助有所調整，導致部分學者選擇離開。加拿大相對穩定嘅科研環境以及對學術自由嘅重視，都吸引咗唔少人。究竟呢股人才流動會對兩國嘅學術發展產生乜嘢影響？我哋會繼續關注。好，我哋繼續睇下其他新聞。啱啱過去嘅週末，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領袖博勵治就喺多倫多加勒比海嘉年華上面同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一齊現身，佢哋兩個都發表咗講話，吸引咗唔少目光。保守黨方面暫時未有進一步嘅聲明解釋博勵治點解會參與呢個活動。不過呢次露面亦都反映出各個政黨都積極爭取唔同族裔嘅支持。經濟方面，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2月份嘅通脹率維持喺 2.9%， 同上個月嘅數字一樣。其中汽油價格回升係推高通脹嘅主要原因之一。專家預計喺未來幾個月，通脹壓力仍然存在，央行喺短期內加息嘅機會唔大。樓市方面，3月份全國平均樓價相比上個月微升 1.5%， 但係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跌咗 3%。多倫多同溫哥華等主要城市嘅樓價都出現唔同程度嘅波動。有分析認為，利率高企繼續影響買家嘅入市意願。國際形勢方面，烏克蘭局勢依然緊張。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次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透過對話解決紛爭。同時，歐洲多個國家都加強咗對烏克蘭嘅軍事援助。以上就係今日早上嘅新聞簡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最新嘅時事動態。祝各位通勤一路順風。法國亞維駐附近嘅 Châteauneuf 酒莊莊主 Pierre Joffre 同尼丹阿瑞表示，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發出關稅威脅，佢哋已經損失咗一筆來自美國嘅大訂單。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仲未正式公布新關稅，但係歐洲嘅葡萄酒商已經開始生意難做。特朗普話可能會徵收200%嘅關稅，呢個消息一出，已經嚇走咗唔少美國嘅進口商。呢單嘢反映咗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嘅影響，特別係對依賴出口嘅行業。雖然最終關稅政策未明朗，但係貿易戰嘅陰影已經開始籠罩住歐洲嘅葡萄酒產業。唔少酒莊都擔心，如果美國真係提高關稅，佢哋嘅生意額將會大幅下跌，而消費者可能亦要付出更高嘅價錢先可以買到歐洲嘅葡萄酒。各位聽眾早晨，又到咗每日新聞速遞嘅時間。今日同大家講下多倫多一間藝術學校嘅學生動向。位於多倫多嘅玫瑰谷高地藝術學校嘅學生最近成立咗一份屬於自己嘅報紙，希望可以提供一平台討論佢哋最關心嘅議題。呢份報紙叫做 The Spectacle， 佢哋有成17位編輯，另外仲有15位刊稿人定期投稿。學生們希望透過呢份報紙可以更加深入探討校園生活、社會現象，甚至係全球大事。據了解，創辦報紙嘅主要原因係學生們覺得需要一個更加開放、自由嘅空間去表達意見、交流想法。佢哋希望 The Spectacle 唔單止係一份校園刊物，更加可以成為學生之間溝通嘅橋樑，促進校園民主，提升大家對時事嘅關注。類似嘅學生刊物近年嚟都幾受歡迎，反映年輕一代對社會議題嘅熱情同埋參與度越來越高。希望 The Spectacle 可以順利發展，成為一間有影響力嘅學生媒體。我哋會繼續關注相關消息，為大家帶來最新嘅報道。好，繼續同大家跟進一下電力供應情況。受到周末冰暴影響，安省多個地區出現停電。安省電力公司 Hydro One 表示，截至今日早上，仍然有超過22萬用戶無電。喺士嘉堡，凍雨令到樹木結滿冰，情況相當嚴峻。電力公司正全力搶修，不過由於損毀情況廣泛，預計復電需要一段時間。市民請密切留意最新嘅電力供應資訊，同埋注意安全。
各位聽眾早晨，繼續帶嚟啲國際消息。美國嘅處方藥問題持續受到關注，有研究顯示，唔少影視作品，好似《白蓮花大酒店》咁，都描寫角色頻繁服用鎮靜劑，例如勞拉西。呢啲情節可能影響觀眾對藥物嘅睇法。另外，加拿亦有醫療界人士關注處方藥物嘅速度。有報道指出，有啲病人只係向家庭醫生透露自己失眠，10分鐘內就攞到藥。有專家認為，醫生需要更謹慎評估病人情況，確保處方藥物嘅必要性同安全性。呢兩件事都提醒大家，用藥之前一定要諮詢專業人士嘅意見，切勿自行亂服藥物。今日嘅消息就到呢度，多謝收聽。講下香港新聞先，各位聽眾早晨，依家同大家報道最新消息。頻頻是不是就嚟？學友社今日公布咗一項調查，發現應屆考生壓力指數偏高。考生自己評估壓力平均分喺10分入面攞到 6.90 分，比起舊年輕微上升 0.13 分。學友社分析，可能同今年報考文憑試同埋透過大學聯招報名嘅人數都增加咗，加上部分科嘅考核內容有變動有關。不過呢個評分仲係近5年第二低。調查仲發現，大部分考生傾向自己揾啲嘢娛樂嚟減壓，比較少主動揾老師或者專業人士幫手。學友社建議考生保持正面嘅諗法，多啲同親朋戚友傾偈，有需要嘅時候就要尋求專業支援。希望各位考生可以放鬆心情，迎接考試。以下係多倫多天氣早晨，聽眾朋友，今日天氣報告：氣溫攝氏 0.2 度，有霧，氣壓101.5千帕，濕度100%，吹東南偏東風，風速8公里每小時，空氣質素2級。天氣警告方面，請各位市民留意惡劣天氣狀況，做好安全措施。至於今日天氣預測，間中有雨或者冰雨，最高氣溫零上5度。今日朝早冰雨會轉為間中有雨，夾雜毛雨，吹東風，風速20公里每小時，陣風達到40公里每小時。紫外線指數偏低，咁就係今日嘅新聞內容。祝各位有個愉快嘅一日。